大家圣诞快乐！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我们将阳光归伫主管上帝你，我很感谢你。主的降生，伊是荣耀君王，伊是为了阮人来降世，伊嘛互阮一个性命恢复甲是属天的身份，因为你是丰盛的愿望，是拯救赎阮的。你嘛斩断黑暗，你是真光，哈利路亚！阳光归伫主管上帝，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平安，你是平安的王，哈利路亚！愿领受你互阮平安永远的福气。我嘛因为安尼，我们时常来检视着阮的性命，愿心是伫上帝你的指示的道路顶面。愿主你的话圣神感动，阮会当掠着你，阮会当来牵着你。阮受伤，阮来笑念你的降生的容易，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圣诞快乐！忽然间有天边甲天使，伫遐三角伫学乐，伫极悬的至悬的所在，归阳光伫上帝，地面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咱一时咱用欢喜的庆祝普天同庆来祝临世界，咱做来吟。同庆祝临世界，全地也真光荣，大家为主美满福赞，有着万民尊重，有着万民尊重，有着。主掌管，生灵拢着超过，山野江河，山野变幻，欢喜的声无线，欢喜的声无线，欢喜的声无。生大，一切一切长大，我主领导，福气充满，心田无搁怕好，心田无搁怕好，心田无搁怕好。是万对，永到永远永义，公义和平充满大位，爱意义交臂，恋爱结起交臂，恋爱结起交臂，恋爱结起交臂。咱将阳光归去俾上帝。无得惊，我报恁大好消息，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已经有恁出现一个拯救者，就是主耶稣。你们看起一个囡仔，伊是用布包，是美美的，伊是黑暗顶的光明，伊的名叫做平安的君王。咱就来吟这首，一同齐声宣扬。耶稣降生，普天同庆，2000年前，为你为我。
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天是天君，报好消息，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2000年前，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天是天君，报好消息，让我们一起同声宣扬，同声宣扬，报有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是你为我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你看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Day， 耶稣降生，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2000年前，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天是天君，报好消息，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2000年前，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天是天君，我们一起来宣扬，我们一同齐声宣扬，举起你的手，起来宣扬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是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Day， 我们一起同声宣扬，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传播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是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耶稣降生在世上，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主的出世改变了咱每一人的性命，主的出世嘛，互咱的心电无搁再拍光，是仰望，是性命的翻转，是福气的充满，是光明活命。咱伫伊的祝福下面，伊愿意放下荣光，用谦卑来做模样。伊出世，互人顶头生。伊用谦卑来做咱的模样，欢喜的声要对咱的心底来发出。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代笔的声，这有声音实在好听，咱着落救主主，咱自然欢喜欢喜。
欢喜，欢喜，欢喜，天国尊荣，今日此时。咱来请姊妹吟第二节。我听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代笔的声，伊是上帝独生的囝，咱表敬畏救主出来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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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第三节，咱请兄弟来唱。我听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代笔的声，天使传讲，你拢免惊，我保救主奇妙的名。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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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今日出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救主出世，代笔的声，出来以后，后补最好，要救世间无人。咱请立轩来。
欢喜欢喜，天国君王今日出世，这是咱三甲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以你的降生来翻转阮的性命，上时来翻转阮大桥教会得到复兴。伫阮明年的目标，阮明年的计划，阮明年的意向，你要互阮更较明白。宣扬福音是阮的使命。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甲牧者、甲阮的牧师娘，同工建造教会，正做勇壮为开咱你的教会。你嘛讲，少年人要看到异象来奔走，老人嘛要得到民望。伫天顶里，你要出奇妙的事；伫地面上，你要显现神迹。因为你有讲，求若求叫你的名的，要来得到救。阮感谢主，伫阮咧庆祝你的降生，阮阁一摆来提醒阮，主你的降生好消息，是要互丧凶的人来得到快活，互伫遐黑暗中的人来得到光明，受压制的人得到讨白。伫怨恨的，嘛要得到赦免；有罪人要得到顶头生。伫阮的四周围嘛有侪人需要大好消息来帮助因。因的心田无搁再芳远，恳求天父上帝，使阮有教业，属着天的眼光，将大好的消息平安分予需要的人。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公读上帝的十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毋通人送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毋通害死人。第七诫，毋通行奸淫。第八诫，毋通偷窃。第九诫，毋通做假奸证，陷害你的厝边。第十诫，毋通偷窃。这是咱请圣高弟来学了，伊要学了歌是阳光归伫至悬。
归咱上帝的主。即是咱请乌克丽迄个义成甲立先来学了最美的礼物。是降生。
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咱真欢喜，即群囡仔吼，豆豆咧成长，嘛，互咱看见非常的快乐吼，互咱会当三甲看见这囡仔的成长，真正是咱教会真正愈来愈旺忙吼。我看见我的细囝对逐摆人来遮咧献诗吼，拢安尼嘛无啥要调跳，嘛无啥要配合吼。但是即摆我看着是足甘心吼。其实遮个老师，咱嘛常常在为着遮个老师来。为因来代祷，嘛求上帝会当继续伫咱的教会中间，会当栽培出更较侪伫信仰上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信徒吼。咱搁一摆甲咱身躯边的人，甲伊讲圣诞快乐，上帝祝福你。我们喂，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怪怪的哈。那个可以再多一点嘛哈？咱今仔日吼，咱有遮小朋友跟咱做伙伫遮礼拜所以每一位小朋友哈，牧师希望你们都能够注意听哦。那到晚上的时候，那牧师要送给你们圣诞礼物，但是有一个条件哦，你们就是要安静注意听，然后待会我会问你们哦，有奖征答，好不好？可以吗？小朋友可以吗？好，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最好的宝藏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路加福音
2章8到14节哈，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咱这是台语的啦哈，用咱这会来读啊哈。迄所在有故羊会住伫山里，米是手机故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微雷照因，故羊的大惊。上帝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因而上帝讲。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救主降生的真正的真谛。那我想要问各位哈，那个声音一直在有回缩哈，对，把麦克风，我们手边有没有麦克风？把它关掉。好，喂，好，那我们的音控也是很辛苦哈。牧师想要问各位哈，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哈，你们会不会去提出问题啊？会不会？会嘛哈？那个拍谁哈？牧师会用华语跟台语交杂，因为我们今天哈有小朋友哈，那牧师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听得懂。咱卖用讲哦，无书你无用台语讲吼，伊要安怎学啦吼？其实我感觉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把真理听进去哈，那是最重要的哈。好，我们生命里面哈有没有很多记号？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什么号？小朋友，这是什么号？问号。那什么是问号？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都在问问题。问什么问题？问为什么我活着？你们会不会想你为什么活着啊？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哦。雨虹，你不会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说，为什么我会活在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我会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会出生？为什么我会长这样？我有很多的为什么。而且人，我活着的时候，我的时阵嘛在想讲，如果我活着，为什么这样？那我就在想，那我要怎么活下去 ？How？ 英文叫 How to live？ 我怎么活？我要安怎活？你敢有想过你要安怎活？有无？这咱会想，甚至咱会想讲，我为什么我是住伫倒位？我是要住伫遮吗？我要永远住伫遮吗？还是我要继续住伫遐？还是我要继续伫迄个所在做什么代志？咱嘛会想讲，我什么时阵会当活伫到什么时阵？我敢会当像着爱长乐活到90几岁？我会想呢，什么时候？我到底活到什么时阵？我嘛在想，甚至呢，牧师嘛会想，我也在想。我是谁啊？上帝真的认识我吗？牧师娘，你是谁啊？请问你是谁啊？请问你是谁？你是人我们都是人呢。到底你是谁？每一个人都在问，到底我是谁？你要去问，你也可以问。到底我是什么人？当我讲我是牧师，我是大桥教会牧师，人敢真正捌你？无拄拄咧。所以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一直都在问问题。还有一个，基督徒，当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在问，到底这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当耶稣复活之后，你知道人发生什么事情吗？什么反应吗？大家都在惊讶，
那是真的吗？那个耶稣真的复活了吗？甚至大家都在惊讶当中，发现，哇哦！乔恩，你还真会配合哈，帮我做音效哈。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各位的时阵，我要问咱在座的兄弟姊妹，你若有机会去看，发生什么代志？发生安怎？天顶安怎开始有声音，有无？然后大风经过，然后开始人的喙齿那亲像火同款，发出预言，发出方言的祷告，方言的话语。所以，基督徒领受救恩的时候，也在发出一个讯号，叫做什么？这是什么号？小朋友啊，什么问号？个问号，你有没有注意听啦？这下面那个是什么号？惊叹号。所以，人的一生的中间，你会问出这问题，甚至当你看到一项代志发生的时阵，你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有人会有惊叹，哦，那根本是真的。上帝用什么记号？这下，这是什么？小朋友，这是什么？这个图是什么图？啊，太阳，彩虹啦。上帝一看见人犯罪，所以用大水重新在人的当中要怎么样？再拣选人，适合的人，愿意听话的人，让他重新在他所赏赐的这个世界当中重新活着。最后，他是用什么记号给他们？彩虹。上帝就是用彩虹彩经，这叫彩经。彩经啊，彩经来让人重新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立约。各位小朋友，跟你旁边你的妈妈、你的旁边的朋友跟他讲说，上帝用彩虹跟你立约。这个立约叫做什么？我用这个记号要告诉你，我要拯救你们。所以圣经里面真奇妙，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阿东跟夏娃，亚当跟夏娃，他们所生的孩子叫做什么？该隐跟什么？亚伯。但是呢，该隐他是做农夫的，而且呢，他所做的这个产物啊，上帝要他们该隐跟亚伯要献祭，可是上帝接纳谁的祭？亚伯的祭啊，不接纳该隐的祭。结果呢，该隐他最后把他弟弟怎么样？把他杀了。而在那当中呢，很有意思。该隐当他听到上帝要重新把他放逐出去的时候，他觉得上帝啊，你罚我这个太难了，太严重了吧？这个上帝就对他说：“凡杀死该隐的，要受7倍的报复。”你给他赶出去伊甸园哦，然后告诉他放心。凡以后有人要杀你的我必定报复他7倍。所以呢，上帝就在该隐的额头上做了什么？记号。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也有记号。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也有记号。今天仔日咱做伙咧庆祝圣诞，基督徒甲人无相款，甲外口底下咧等待迄圣诞节的到来。有可能是一顶帽啊，接受到一个礼物；可能是圣诞节时我要出去食好，我要出去佚佗。但是基督徒无同款的是，因为咱内底有一个记号，我们期待等候那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生命很宝贵的记号，那就是信心，甚至那就是救恩，那就是欢喜快乐的心。所以跟你旁边的人笑一下。再次跟他讲圣诞快乐啊！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是这个礼拜四这礼拜四，这个礼拜四我们刚这个跟南台科技大学的这些南台学员团契一起出去报佳音。那么我们一起在那当中，我们一起跟我们大桥教会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影片。承恩。下一页OK，sorry， 声音帮我们放一下。管队长之前就是被
主天使创造，主在荣耀里，生生不息万都是再小一点。神迹。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生是宣扬耶稣生命。奇妙此事全能真神，再来君王，天使天君一同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快点啦，进去，没关系。他说他没有糖果。哎，我今给你交叉，今你在拍球，给你交叉。哎，圣诞快乐哦，拍谁啊？给你交叉啊。圣诞快乐哦，上帝祝福你。这是大桥车站哈。圣诞快乐。每一年我们都会报佳音走到这个大桥站，然后第一班车哈，所有的人下车之后，我们会跟他做报佳音，然后传递讯息。这一次咱是用这个教会做喙安啦吼，口罩上一个口罩，然后顶面有咱的教会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吼 QR code， 互因会当来参教会联络，互因会当入捌照一间叫大桥教会。咱这摆是咱的青年吼，有几位青年4-5位，然后看这大专生，做伙出去报佳音。当然都紧张的吼，牧师咧家翕拢唔敢看吼。好，这云杰、子安，好的，嘉伟、郑恩，大家辛苦了。穆恩、建慈，大家辛苦了。那你咱好好熟悉因一下吼。雨恩哈，思涵，这下手的这文刚哦，大四啊，嘛是要毕业啊哦。这3位拢是这个嘉宏的同学哦，吼，同班的同学，吼，非常感谢这摆伫咱准备这个招待的这个兄弟，吼，真多谢咱大家安尼用心来陪伴甲付出。因最后就起来咱3楼的所在来做这个圣诞晚会。团演戏，因人无济，但是伫迄过程的中间，用演戏，然后呈现耶稣诞生的故事给他们的这些团契的契友，所以真欢喜。咱这回来唱台语的来华语耶稣降生，再帮我倒带一下，太快了，牧师讲太慢来倒带一下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耶稣降生好佳音，救赎你我生命情，敞开心受主的爱，
一生喜乐平安的心。好牧师非常感动，是因为这一次我们出去报佳音，你知道多恩典吗？是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呢，我看到前面有一间神坛的里面的坛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心非常开心，而且他马上跟我讲说：“哦，我嘛有去大公教会呢，恁咧讲台顶的迄个讲师迄讲甲足好的，我嘛有机会来恁遐听看卖吼。”我讲好啊，欢迎你来。所以这是牧师看到那一次报佳音第一次感受到，哇，大家好期望、好期待可以进入教会。第二个，当我去到这个李建志里长我们里长就在我们这一条巷子5街，他在前面，我遇到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多有礼貌，他礼貌到主动的跟我讲说：“牧师，不好意思，今年我太晚认识你们。”明年我一定准备你们需要的报佳音的这些东西。我说好，感谢主，谢谢你。好，那我们礼拜天晚上我们有活动，也欢迎你一起来。甚至呢，我在奇美路桥，你们有看到这些在打乒乓球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我们站在外面想说怕耽误到他们打球，所以我们在外面说圣诞快乐，上帝爱你们。哇，你们一讲没糖果。他们欢迎我们进去，所以我就说牧师，你有听到没？说进来，可以腾下过去。你知道吗？当我们走到从大桥车站出来的时候，我们正要出来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跑来跟我讲说：“牧师啊，恁今天来这报佳音哦？你敢不知什么人？曾慧杰，还有人熟悉的无？好，有人够熟悉无？会记得无？好，曾慧杰哦。”哇，他戴着口罩，整个暗干呢。我讲你是什么人？伊讲我是真慧啊。哇，在那中间我看到好多值得让我觉得我们的福音真的要不要传啊？要不要传？要。如果你不传，真的有人他就得不到。所以甚至在牧师在传的中间，你知道那个云姐我们看到云姐是我们现在国2生他刚开始我说你的糖果怎么那么多？我们都快要走完了呢。他说什么？牧师我不敢不好意思。我来去，我就推着他去我们是挨家挨户你们呢？等于给后人拿给别人之后，你知道他后来说：“牧师我可以了，我自己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传福音需要去走，要亲自去走，你要亲自去体会。所以，在那个过程的中间，当云杰还有南台的学生，当他们害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当他们主动去给予的时候，你知道吗？多少人多么希望得到。礼拜4报佳音完，礼拜5、礼拜6，每天牧师娘体会很深，那个电话一直拨打进来，那些电话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口罩上面的资讯。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待会会后要留下来哦。待会会后我们留下来要做什么？好，我们要拿我们的圣诞糕，跟我们的大桥教会左右邻居要怎么样？去挨家挨户，好，送完就好了。我们会分3组，然后行动方便的，那我们就一起出去。然后呢，我们就跟去年一样，咱的方向拢同款，挨家挨户你拢甲起电铃。有人跟我讲牧师，哪人无开门的，无要紧，伊若无开门，原则上你就是按完以后，然后注意听，看里面有没有人说什么人啊？那我们就说什么我是大桥教会啦，给你送一个鸡卵糕啦，了解无？来，我们一起说，我是大桥教会，给您送鸡卵糕，了解无？我觉得报佳音不用怕，因为今天的圣经节告诉我们报佳音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当主的天使怎么样站在他们旁边的时候，主的荣光四面照着这一些牧羊人。好，牧羊人他们怎么样？牧羊的人就怎么样？害怕呢。主的荣光来的时候，他竟然害怕呢。人的反应也是这样啊。当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荣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天使对他们说什么？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
大好的消息，欢喜的这个消息是人人有份的，对不对？对不对？可是呢，重点在什么地方？你要怕吗？前提是你不要怕。所以要怕，吴宇恩，你都讲反话哦。哦，爸爸有些时候想说你是不是魔鬼派来的哦？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跟他开玩笑，但是我在挑战我的孩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怕。我们会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晓得，原来害怕与不害怕，竟然是决定了我们生命可不可以得到好的消息，是人人有份的福分。所以，正向心理学家沙利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快乐 （happiness） 跟意义 （meaning） 加起来才是什么？叫 well-being， 就是幸福。well-being 是什么？真正会当安怎非常好的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他必须要怎么样？他要能够有快乐跟有意义的哦。他不是说大家笑哈哈哈哈，但是不知道在笑啥，不知道在笑什么。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喜乐要有意义，要有内涵啊，意义。喜乐的心代表什么？你里面有什么？有主与你同在，有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主在他心中，他有些时候他的喜乐只不过是建筑在这个物质上的，这样懂了吗？所以呢，我非常高兴你会看到，大桥教会怎么在这2周突然间好像每一个礼拜讲台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进来走到教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教会又不一样？有没有1楼不一样？有没有上来又更不一样了？我觉得非常高兴，我们是渐进式的。好，但是牧师更期待明年我们能够在更早之前，我们就能够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把这个喜乐、欢乐就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人，提早能够预备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记号是什么？来，第一个记号是什么？没有，我说第一个救主降生的第一个真理是什么？什么？这个啦，不要怕啦！跟你旁边人说，真的不要怕。上帝的福音要给你，跟他说快点，跟他说，上帝的福音要给你。上帝福音要给你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真理是什么？救主降生给我们带给人的第二个真理是什么？什么记号？马槽的记号。什么是马槽的记号？马槽是什么记号？救赎啦。你们知道这个当时候他们要献祭献什么东西？是献牛啊。那为什么跟马槽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正常来说应该叫做牛槽啊。不是马槽哦。马槽为什么会是马槽？是当时候因为当时候有罗马士兵，所以因必须要停在这个客店旅站旅社，所以因迄当时迄个所在有停马的所在，所以有的人讲迄叫马槽。但实际上大部分伊是饲牛啦，因常常要做献祭，所以是牛槽啦。所以呢，这个耶稣他诞生的记号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赎罪，所以它是救赎的记号。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圣诞节我们都会演那个耶稣在马槽里，在代表的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是为了要救我们的罪。第二个是什么记号？是顺服的记号。为什么是顺服的？什么是顺服的？顺服的记号叫做耶稣他顺服上帝的安排。我们知道耶稣他是谁？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耶稣是谁？跟你旁边的朋友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他做他的儿子，你觉得他一开始就很顺服吗？其实我相信耶稣应该没有。为什么？但是他愿意，对吗？所以为什么说我牧师说他没有？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有没有？他也说说主父啊，如果可不可以将这个杯拿走啊？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
他做了3次祷告，他一开始也是想说，看能不能换个方式用别种方式来呈现这样的救赎，但是他后来他愿意选择顺服。第3个是什么记号啊？谦卑的。马太福音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来，各位小朋友，跟着牧师一起念哦。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这里讲到什么重点？心里怎么样？要怎么样？没有啦，心里要柔和谦卑啦。你们要谦卑，不要什么，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们要谦卑，说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爸爸妈妈给你们的，对不对？你们不要怎么样，弟兄姐妹不要怎样，互相轻分呐。计较这是我的物件，这是伊的物件，不需要。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会懂得把他的东西怎么样分享出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4个，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记号叫做什么？贫穷的记号。耶稣他为世上的人成为贫穷，是要叫人得着什么？富足啊！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奉献，有没有？你有发现基督徒为什么都要奉献？而且好像他明明就已经快没钱了，他还是愿意奉献。圣经里面说那个寡妇她所奉献的，有没有？耶稣说什么？说那个寡妇她奉献的是比你们是她的一生的积蓄呢。那你们在跟她计较她奉献多少钱？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学习奉献的心，是会让你自己感觉好像贫穷。可是耶稣却是教导我们，当我们成为贫穷，是要让人得着什么？富足的心。所以第5个，耶稣他是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在马槽里什么象征？是一个被人弃绝的象征。好，一个记号。什么意思？你觉得耶稣，我们在近期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耶稣在最后被钉十字架以前，你有没有发现他都是被这些宗教家啦，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是撒玛利亚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甚至有很多分瑞党，很多的这些圣殿里面的长老，都算是信主的人哦，信上帝的人哦，迫害。所以耶稣在那当中是被人家弃绝的，甚至让人民所弃绝。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他在马槽里也给我们这个记号。马槽有人出生要在马槽里的吗？大家嘛在算到一间较好的那个啥月子中心嘛，对吧？我要在哪里生是比较安全。可是耶稣他出生就是在马槽里，是一个被人所弃绝的地方，不要的地方。第6个是旅客的记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8章20节，耶稣在世上他没有诊所的地方，没这个好困的所在啦。降生的时候是在旅店里，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第7个这个马槽也是一个和平的记号。所以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我们今天咱今日所看圣经站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叫做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快乐的。而且这个信息、这个消息是啥？关乎万民的。他谈到的是意义。所以我刚刚有讲到，正向心理学家他说什么？快乐加上意义才是什么？才是幸福嘛。所以呢，圣经里面说，这个大好的消息，是关系什么人的？关系你吗？关系大桥教会信徒吗？是关乎万民的，每一个人的。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福音是给所有人的。既然是福音是给所有的人，如果在我身上我是得着这份福分的人，我要不要分享？要。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得着这份福分，我也知道这个福音也是关乎所有的人。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报佳音回来过程里面，牧师有非常深的感动。
看见我们大桥教会在这个地方有上帝美好的心意。昨天有一位姐妹，她打电话来，然后是牧师娘接的。她说：“这位姐妹，她说，请问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有华语礼拜吗？”她说她想要来带着孩子来参加，然后牧师娘就告诉她，因为我们圣诞节明天，我们改在明天一起好的礼拜，然后晚上我们也有这个晚会。她就说：“那我没有去过教会，我去的时候要携带什么礼物吗？我看你们那个内容好像要有交换礼物。”我牧师娘就告诉她：“你可以带个200块左右，好，带个礼物，那我们会做交换礼物的这个行动。”哇，我觉得很感谢神。在这贵点的中间，这几天下来，有好几个是类似这样的状况打电话进来，所以牧师非常期盼今天晚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时间，也是我们每一位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去做陪伴。所以跟你边仔兄弟讲哦，哎呀，唔通顾假尔，哦，因啊唔通顾假哦，哈，这最重要，哈，最重要。哈佛大学他推荐了20个很重要快乐的好习惯，我觉得这些快乐的好习惯里面有非常好的意义，牧师也期待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 be grateful， 要学会怎么感恩，杰然爱学会感恩，他才会快乐。所以小朋友，你们要不要谢谢爸爸妈妈？要不要？爸爸妈妈在载你们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你们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要说拜拜嘛，要说谢谢嘛，对不对？这叫感恩的心哈。第二个，我们要 choose your friend wisely， 要明智的，要有智慧的，你要选择，要有智慧的去选择朋友。有些人他现在的是很多诈骗的世代哈，真的，如果你没有智慧，你很容易会被骗。好，所以要有智慧选择你的朋友。第三个要怎么样？培养你的什么同情心。看到有人受伤了，你要怎么样？帮他。那如果不要帮他，又是你这个小魔鬼，哦，要培养同情心，我们要帮助他，好，要扶他起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如果他跌倒了，他没办法了，他要怎么样？你要为他祷告。所以我记得我知道我们的老大他泽恩他很喜欢切橡皮擦。每次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帮他换橡皮擦，甚至都会不见哦。然后我们都在跟老师想办法，要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有一次呢，我们全家这个3个孩子，他们睡觉都会一起祷告。然后说有一次穆恩他就说：“爸爸，今天我来祷告。”然后说：“你会了吗？真的吗？”他说：“我会。”他说：“感谢天父，祝福祝福下。”他说：“祝福哥哥，不要切橡皮擦了。”感谢主，这就是祷告，非常自然。好，后来连续了1个礼拜，祷告都是有这段话，不要切橡皮擦了。我觉得很好，迫切的、持续的，为着彼此在做祝福，同情心，祷告也有同情的意味里面。好，第4个，不断的学习。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要有快乐的心，也要时常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能力的学习，还有什么？还要学习什么？很多信仰上面生命的学习的功课。第5个，我们要学会解决问题。我觉得基督徒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是一个人，你一定要学会解决问题，而不是做什么制造问题。我觉得学习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跟功课。如果你不会解决问题，你时常在制造问题，那么你也感觉你的人生充满着罪怨叹。这做问题的人，但是他没在想讲要怎么解决问题，他有很多人生是在怨叹的中间的经过。第6个是什么？做你想做的事啦。快乐一定要做你想做的事，可是呢，也不要去侵犯别人，然后这个也很重要。第7个，我们要活在当下。你现在，你这个小魔鬼又来了。你要活在当下，就像现在爸爸在讲话一样，对不对？你要听到老师在跟你讲什么，你要听到你的丈夫你来讲啥，你要听到你的太太你跟你反映什么。有真多时阵，咱在家庭的中间，咱并无活在当下。
我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是非常危险的。好，活在当下。第8个，我们要经常微笑。啊，甲你边的人笑一个人吼，不是笑伊穿了无好哦，不是笑伊今日不爱看哦，不是，我们要时常微笑，让我们的心情保持是开心的。所以，如果牧师站在这里讲道，一直都没有微笑，咱爱常常爱笑，咱爱常常爱体会。我无笑容，我对头讲到尾，你会做艰苦，敢不是？第9，我们要学会原谅别人。有些时候，咱人跟人的中间有很多的冲突发生，我们真的要彼此顺服，彼此学习原谅对方。好，还有要经常说什么？各位小朋友要经常说什么？来，你们跟着牧师说一次 ：Say thanks often。你看，我们讲到都还有英文教学哈，所以你们以后要不要学习？也可以在礼拜堂一起听牧师讲道，可不可以？可以，对，我们以前都这样长大的嘛，对不对？第11个，我们要学会深交，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跟你边下这里讲哈，你跟人的关系爱深交。牧师住伫遮吼，已经2年外，自教会开始伫这个所在。牧师常常咧讲，当对面有人咧讲，我已经忍受恁2年久啊，真的啊！你知道吗？第一次我听到这句话，我害怕这个人，我不敢去 touch， 我害怕他可能是真的很忍受，看到你这牧师，看到安怎。后来有一摆，咱伫咧布置的中间，有人可能咱无意中，有当时因为咱听袂清楚，所以咱讲话较大声小可，所以吼，甲你边仔遐再讲一了，伫停车场吼讲话小可细声小可，来紧，彼此讲一个，提醒一下啦吼。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牧师就咧想讲，安尼要安怎？后来我就过去行过，我甲伊讲啊，是的啦，啊，阮吼兄弟都因为可能讲话吼，因为伊较听较无，会讲话较大声啦，是的啦。伊就讲，我忍受恁2冬啊，但是伊又开始讲哦，对恁开始伫遐咧整修遮尔久的时间，啊，佮最近遮嘛咧乒乒乓乓，我较哦，原来毋是干那阮，是因为伊日时伊咧困。伊总用日时咧困，暗时咧上班，所以伊日时咧困的时阵，会听到厝边隔壁，因为遮嘛佫开一间美容店，所以伫迄中间因乒乒乓乓，因受不了。所以后来我就理解，我就甲伊讲啊，是的啦，歹势啦。伊讲好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啊，就吼，我感觉好，足艰苦的，已经忍受2冬啊。我终于了解伊讲的忍受2冬是什么意思？是我针对我们而已吗？不是，是在他生命当中，他是需要抒发，而且也需要我们去体会它。所以咱大家都有讲到，要不要深交？你若深交了，你就了解啊，你就袂感觉讲这个人歹斗阵啊，还了解无？所以伫你的亲人、你的朋友的中间，你有需要安尼无？嘛需要呢。你的亲人、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若无好好甲伊深交，你也做讲哦，阮结婚遮久啊，我也毋捌你。我甲你讲，甲你边的人讲，你就是真正毋捌你。真会甲讲啊，真正会甲讲啊。这真的啦，真正有当时有做这时阵，真的夫妻也是这样。我也不是完全了解我的太太，但是我求神给我智慧，帮助我，让我学习更深入的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家人能够深交。好，第12，I keep your agreement， 就是守承诺。咱的快乐爱建立伫这位，爱有承诺啦。你讲答应人的代志安怎？唔通乌白爽约啦，慢慢讲歹势袂记你啦，我都袂记你啦，嘛无去人回复，安尼嘛唔好，安尼你唔难啊，你也做你家己快乐，但是别人会快乐吗？别人不快乐，你以为你说啊没要紧啊，我都歹势啦，我都袂记你啦，这句话做好用的，做这真的哦，很多人他习惯说啊我都袂记你啦，但是实际上这句话却是让人感受非常不快乐的事情。这不好的，第13，我们要时常安静的冥想，常常安静心，祈祷，时常祷告，亲近神。第14，关注你在做的事情，甲你边仔兄弟讲，你要专心上帝要爱你做的事，你要专心上帝爱你做的事啦，第15，爱乐观，爱乐观。第16，爱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生命要快乐，真的要学习无条件的爱。有可能这个人真正你介意袂落，
你真袂爱甲伊讲话，你嘛真袂爱甲伊斗阵，但是你就是用这个无条件的疼，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安尼你就会当体会到什么是人生生命的快乐。第17，唔通放弃，我们的生命不要放弃。如果你放弃了，你就更没有机会享受那个快乐的恩典祝福。第18，做上好的家己，然后安怎？什么叫做上好的家己？年轻人最需要学哦。年轻的人小时候小朋友一样，他一生当中一直学习，一直学习，我要学的更多，我要装备更多，可是他却不愿意放手。为什么？当他不愿意放手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做他自己，只会成为一个骄傲的人，只会成为一个我囝嘛做爱讲德的好，所以我们要做好最好的自己，是要让人看出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对不对？但是咱爱放手，为什么爱放手？譬如讲，今日无书，我也要弹吉他，我会做什么事情？可是每次都要我自己来做，我会不会很累？会，而且我会不会祝福到别人？不会。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嘉云跟元涛你们今天牧师看到说，哇，你们竟然会跳对不对？他们做最好的自己可是他们是一个愿意放手学习、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人。所以，当你学会做好你自己，你也要学会怎么样？要放手给有需要的人，陪伴着他，跟他一起成长。好，19，好好的照顾自己，就是快乐的来源。最重要的，有的人袂晓照顾家己，有家己艰苦坐寡。特别是咱即摆对岸中国有真侪安尼人他们不会照顾自己，他们只知道一直冲。你敢若拼死拼命为着你的生活，上帝给咱的生命就是爱安怎？唔通惊吓，但是唔通惊吓中间，你嘛得爱安怎？爱要照顾你家己。最后学会什么？学会给予，是一个快乐的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牧师非常期待透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救主降生，咱的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一个经历是啥？各位小朋友，救主耶稣降生，今天第一个是什么？要怎么样？这个欢喜的大好消息要给所有的人，要怎样？要怕吗？不要怕，要怕。你又说要怕了，救主降生的真理，第一个，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不要怕，为的是要让你的生命要能够荣耀上帝。不要怕的原因，是为了真正的得着那个平安与喜乐，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牧师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个服侍的同工，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我们服侍上帝，不要怕，把生命当中的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脸上，在你的行动上，我们一起来把它走出来。阿们。好，所以期待我们待会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怕的，不用怕。虽然你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左邻右舍的人，但是你就把自己当作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他要把那个最好的福分已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将这份福分怎么样分享出去，祝福更多的人，让这回党心来记得。各位小朋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咯，一起来祷告没关系，没关系。万关灵的阿爸爸上帝，我要尊重你的性命，你照顾阮，你嘛赏赐阮丰富的恩典，也让阮会当享受这款的平安的恩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为阮备办生命的救恩。主啊，愿上帝你继续用耶稣基督的疼来束缚伫阮逐人的心内。让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阮清楚知，阮是上帝你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儿女应该要有的生命的形象。不用怕，刚强壮胆的心志，为主你而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阮因为耶稣基督卑微的款式，阮学习亲像伊相款，让阮的生命学习伊，倚靠上帝的救恩，倚靠上帝的使命、赏赐的气力，让阮伫世间上为主你做光做盐。感谢上帝，你让阮伫今仔日
也伫暗时阮有一群弱势团体，才会兄弟姊妹要来到伫阮的中间。愿上帝你嘛陪伴阮的心，陪伴阮的生命，互阮会当用欢喜的心来接纳因，做伙共阮成做大桥教会一份子。阮相信你的教会要成做有疼的教会，你的教会毋但要成做有疼的教会，嘛要成做用祈祷、用传扬福音来完成上帝大使命的教会。求上帝你赐福阮，伫今日每一个参与伫阮中间的每一个小朋友，赐福在每一位小老师、每一位老师的身上，让每一个孩子学习顺服，学习仰望上帝，认识福音的真理，让他们的生命在成长的路上保有上帝的平安与赐福。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咱的回应诗，圣诗145首。我的救主降生，必立形成，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圣歌队要学了敬拜主新的君王。
咱三界来祈祷，大疼痛的天父上帝啊，阮深深的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救赎阮。主啊，今仔日是圣诞的主日，阮伫今仔日搁一摆感受到你的大恩惠，你的大疼痛。主啊，阮要向你献上阮的感谢，阮的一切。主，求你继续赐福伫阮的身躯顶，继续来祝福阮，互阮会当甲你相较伫地。主，阮打要奉献阮的天志，来做你世间的应用，求你圣化、干立，因出拢趁你的旨意。阮的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时是讲道时间，遐咱为着咱教会这6项事来祈祷，灵性的造就，人讲的服侍，青年的关系，教会捐款宣告，咱新教会内底新的人的关怀来讲工作带到，遐咱每一个开声来祈祷。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要为世界许多在困难、困苦、战争、生命危难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求神的灵充满在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愿意将这些需要的百姓摆放在神你的面前。主啊，你必定要医治保守。主啊，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无论是家庭有软弱，甚至亲人有病痛的，我们都恳求神赐给他们智慧，保守他们的身体，用医治的灵赏赐在他们当中。听我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有咱大桥教会伫这个所在来聚会，为了是要阮的圣神，甲阮同在，阮有传福音的恩赐。其实我哋灵命会当造就，我哋每一个人兄弟姊妹会当伫灵修中间得到主你的恩典，求你圣神甲阮同在，保守阮，我哋勇气出外去为你主你传福音，嘛求你保守阮的每一个同工，伫服侍中间有智慧、有顺服心，来为教会、为主你做工，互阮的青年伫活动的关系会当更专注，让每一个兄姐有主你引带带领。主啊，我嘛有阮的捐款，阮知影，阮有主你恩典伫阮身上，阮的捐款就是有信心。把阮的宣告有主的传福音，阮的灵命会当造就，阮为了主你的国度继续来打拼。主啊，我们阮的教会出来新的人，未信主的，求主你保守因，会来紧紧来为主，来知影主你是疼，感谢主。阮将以上交托到主你身上，阮来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我来报告，下周的所有人员请家己注意。本会消息通知，本主日是圣诞主日，上午9点，圣诞音乐娱乐礼拜。下午5点半有爱宴分享，每一户一道菜。暗时7点，圣诞晚会，欢迎邀请家人朋友一起参加，欢庆耶稣诞生的平安的喜宴。请看这倒手边有一个介绍哈。会后小组调整一届。第二，今日为了2022年年终最后的一日主日，感谢上帝恩典，平安享受带领，邀请兄弟一定用一切，邀请兄弟一同用感恩祈祷的心，为新的一年2023年，教会的全新的目标，建造祈祷，传福音的教会同齐努力。第三，本会于10月21拜3，为着张金龙兄弟，就是张家牛肉面的头家，
做临床临床手势，12月22日拜祀门子恩招，请为这个家庭代祷。因的某是邱香姐，查某囝是张玉佳吼，因个佮查妹个张春蕊。第4点，2023年正月15，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半，永爱合作社照日本会3楼要召开会员大会哦。2023年迄个春联吼，已经伫楼骹，请家己自由分享吼。即时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因为家己极权的上帝，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在至高至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咱牧师补充报告。牧师伫遮补充报告吼，伫咱等下会后，请咱会当做伙留落来吼，因为咱阁有做一个说明，就是咱暗时，因为咱今仔日暗时嘛有即个咱坎区公所有协办，就是讲因为邀请一寡弱势的家庭，这个家庭当因来中间会发生类似可能会发生的代志，所以牧师伫等下会后邀请咱会当做伙留落来小可了解一下。安尼暗时，咱伫咧接待的中间，较袂产生冲突啦吼。所以这特别爱甲咱提醒。另外就是咱后礼拜是咱2023年的第1个主日啦吼。明年度因为今日有较侪人吼，牧师想要伫即个所在嘛，甲咱提醒。咱伫明年度开始，每个月的最后一礼拜3，咱暗时8点到9点。会做一个叫做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训练工作。这什么叫做新家人关怀学校？就是讲你若有你的亲人，你唔知影要安怎甲伊陪伴传福音的，吼。咱会伫即种的课程的中间，会含咱做伙来甲咱分享。所以因为咱需要做调查，就是讲咱后礼拜会单仔互咱填写，就是讲如果你若是无方便，会当礼拜3暗时出来。你有哪会当踮厝内看手机看直播，但是咱需要订一本，这叫做教科书啦。这教科书这是一本都拢由教会来做支付，就是要培育咱的教会当更较侪人会晓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配合。如果你若愿意，后礼拜你若无方便来的话，你当请你的兄弟，也是甲你的小组长讲，然后咱来做订购啦所以伫即点甲咱提醒。另外，咱等下暗时暗时咱5点之前，其实咱若是会当提早来，咱就会当先提早来，无要紧咱会当先来备班。另外就是讲提醒咱暗时，因为咱的空间无介大，因为即摆还阁属伫疫情期间加减有个人伊咧食物件，会感觉讲咱即个空间可能会比较感觉不安全，所以嘛，请咱所有只要桌面台面上的餐点。你要去验，咱拢爱挂口罩，验了后，咱较去你的位置坐落来。若如果有人伊无挂口罩的，咱就爱好咧甲讲袂晓讲你无挂口罩，你无挂咧，无安尼足危险毋通安尼讲话啦就是有一寡细节咱爱注意，所以请咱会当来做伙配合，暗时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的亲人做伙来参加啦伫遮会当甲咱做一个提醒。另外暗时。因为咱有献诗，就是咱各小组，其实会当唱这歌曲，嘛会当互这的每一个来到伫咱中间的新朋友，会当体会到一寡教会诗歌，嘛会当体会到咱教会的小组团体，所以暗时嘛请咱各小组，你有参加小组，若无参加，你嘛会当去选择看倒一组去甲徛者去参与，拢无要紧啦原则上暗时咱的分区啦头前遮的拢是做咱小子安，这是什么？做一组？秀珍冲向，然后这是迄个慧燕小组坎提摩太，所以咱注意一下就是秀珍跟冲向小组，咱就是固定坐遮，后壁的部分拢互咱的这个观众啦，也是讲亲人朋友啦做伙坐后壁面，请咱做伙配合，
吼。啊，然后所以请咱暗时的时阵吼，莫食了就随看要走啦吼。咱做伙暗时，咱做伙起来，吼啊，莫当做招呼的动作吼。啊，伫遮牧师嘛真欢迎这个英琪姐的女儿吼蓉蓉带着袁涛跟嘉云哈，我们再次拍手欢迎他们今天跟我们一起聚会还有没有我们也给这些小朋友哈，阿东赵雅，哦，对，我们也给他们这些提摩太的这些学生们哈，他们都能够从头留到最后，我觉得很棒哈。我们再次给他们一个鼓励哈，鼓励哦哈，感谢主其实有机会未来我们也可以参与，就是1个月1次或1季1次哈，让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礼拜聚会，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让牧师有更清楚的头脑。其实要讲道要非常清楚哈，不然台语、华语要交杂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挑战，也是非常开心跟这些孩子在一起哈。所以伫遮牧师简单补充报告，嘛邀请咱伫暗时的时阵，咱拄着每一个人，咱拢互相讲啥物？圣诞恭喜，上帝祝福你啦吼！好，这个时阵咱邀请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做请安，互相来行平安礼吼。平安，上帝祝福你们。平安，上帝祝福你哦。平安，上帝，圣诞恭喜。听互咱主持做机会，听互咱主持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真做机会，听互咱手一遍较紧的吼，较紧的来，听互咱主持做机会，听互咱主持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真做机会，听互咱主持做机会。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上行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咱将一切荣光归乎咱的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信，阿罗三位。感谢主将你的平安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赐给我们世上的所有百姓，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让我们不用惧怕，只有单单的仰望神，将你的平安赏赐予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祝福以及圣神的平安的赏赐，一直伫咱正大家到永世代无尽，阿們。阿們，阿們，阿們。請坐密倒。
遮佮甲咱补充报告一下，咱所有的遮的圣诞糕吼，每一个人拢有1分，吼，每一个人拢有1分。来，请咱注意听一下吼，圣诞糕每一个人拢有1分，所以请你先刻起来，先刻你的分起来，好，安尼会使啦吼。先拿你的份起来，然后放在教会里面你知道的地方，还了解无？好，像咱拢安尼有比班有够啦吼。咱会友有啦吼，请咱圣诞歌，大家人拢1分啦吼。然后请各小组长吼来小组来袖珍小组的吼，你们往哪个方向？